晒你先，出晒你先。係舞蹈師 Pocky 所羅門。嗱，不一樣啦 ，CU 嘅朋友仔唔係唔起身啦喎 ，yes 係啦，嚟到台嘅正中央先。嗱咁咧，按照翻呢個國際慣例啊，有啲朋友仔咧可能都聽過嘅。不過今日我哋嚟到香港中文大學，當然咧我哋會用翻中文嘅 channel 嘅。咁啊稍後咧，我哋會嗌香港中文大學現代舞學會2025大學聯合巡迴舞蹈匯演香港中文大學主場串唱，同我嗌3個字啫，好簡單，好表演3個字。OK， 需要大家一齊去見證，一齊去參與嘅。OK， 大家準備好未先？準備好未先？準備好未先 ？Yes， 咁我哋嚟㗎咯喎！香港中文大學現代舞學會2025大學聯合巡迴舞蹈匯演香港中文大學主場。好嘅，呢個時候咧，交俾佢哋，我哋 CU 嘅 Freshman Team。盡情嗌啊！記得交俾你哋啊，新鮮人。交個台俾你哋 ，CU Freshman Team。Are you ready, kids? Aye, aye, Captain! I can't hear you. Aye, aye, Captain! Debbie Treasure.
更加大，再繼續保持住你哋更大嘅掌聲、歡呼聲，送俾佢哋 CU 嘅 Freshman Team。哇哦！係啦，影張靚相先啦 ，yes 係啦，嗱繼續 hold 定喎，係啦，影張靚相先。嗱唔係淨係得攝影師嘅，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，如果你支持佢哋咧。